大家平安。今天4月24日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也透过诗歌来敬拜上帝，将我们交在上帝的手中，让圣灵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学习这许多圣经里面的教导，让我们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。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上帝，一起来让上帝的灵将我们分别为圣。献上一撒，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，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，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，我全然献上。献上，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尊主为大。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，不照我的，跟随你是我的喜乐，我全然献上。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尊主为大。世界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世界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
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世界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再来一次，来十架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每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来领受你的话语。虽然我们经历了地震，经历了大雨，经历了这许多的事情，然而我们也知道主你就在我们当中，你带领着我们。或许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惧怕，有许多的担忧，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心里面好像没有平安。但主，愿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真正的平安。就如你所说，你所赐下平安跟这世上的平安不一样，你所要给我们是真正的平安。主啊，也让我们生命当中来经历这一些，也让我们如同圣经里面你对大卫对所罗门的教导一样，让我们真实的来跟随你，真实的来敬拜你，让我们这一生的脚步都不偏离。所以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与我们同在。献上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9章第1节到第9节。列王纪上第9章第1节到第9节。所罗门王建造了圣殿、王宫和他所要建造的其他房屋以后，上主再次向他显现，像以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。上主对他说：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我把你建造的这殿分别为圣，作为永远敬拜我的地方。我会始终看顾它，保护它。如果你像你父亲大卫一样诚心诚意地侍奉我，遵守我的法律，照着我的命令去做，我一定信守我向你父亲大卫所许下的诺言，就是他的后代要永远统治以色列。如果你和你的后代不顺服我，不遵守我给你们的法律诫命，去拜别的神，我会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赶出去，并且离弃这座我曾分别为圣，作为敬拜我的圣殿。各地的人将讥笑以色列，轻视他们，这圣殿将成为一堆废墟。过路人都会惊讶，嘲笑地问：上主为什么这样对待这国和这圣殿呢？人要回答：因为他们离弃了上主，他们的上帝。上主曾经领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，他们却去崇奉膜拜别的神明，所以上主降这灾难给他们。我们今天经文在列王纪上第9章第1节到第9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也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当我们在看这几天经文的时候，会发现这段时间上帝跟所罗门的关系非常的好。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所罗门向上帝祷告，所罗门为以色列人祷告，所罗门来祝福了以色列人。在当中，上帝也对他说话，上帝也愿意在他们当中，在圣殿里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们愿意降服，我们愿意跟上帝建立关系，上帝也愿意与我们同在，也愿意赐福在我们当中。因此今天的经文里面再一次的向所罗门交代，再一次的向他提醒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也需要如此，常常被提醒，常常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边提到说，所罗门王建造了圣殿、王宫和他所要建造的其他房屋以后，其实也在讲到说，像前面所记载的，前面是记载说他建造了圣殿，建造了王宫，建造他住的地方，建造那埃及公主所住的地方。其实他还有很多嫔妃，还有很多需要放武器，需要让其他的那一些守卫侍卫住的地方，许多的那些库房等等的。所以他讲到说，这所有的都建造完毕了，整个都完成了。所以在这里面花了20年，或许有更多的时间在当中。而在这里面他提到了这些他所需要的，也就是他整个基地完成了，他办公的地方完成了，他在当中要建谁的地方都完成了，在这些全部都做完了。因此在当中可以看到，他在他这些工程完全做完之后，这边也在讲，第一节也在讲到说，他完工之后，上主再次向他显现。所以这当中可能又已经隔了20几年，从他这一次上帝对他显现，再往前看，上次在基遍向他显现，这2次已经隔了至少20年以上。而在当中，上帝再次向他显现，像以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。基遍的事件是怎么样？是他在那边献祭，在这个有名的丘坛，在这有名的祭坛来向上帝献祭。而当他献完祭之后，上帝向他显现，上帝赐给他智慧，赐给他许多的东西，他没有求的也赐给他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是丰盛的上帝，上帝愿意赐给他。所以在这里面让他去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话语要临到他。所以在当中再一次的显现，再一次的让他去经历上帝的同在。当然我们看到所罗门跟大卫不太一样，大卫是常常来到上帝面前，常常去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上帝常常在对他说话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不太一样，所以当中或许这过程里面，这20年当中有其他先知，有其他人，上帝透过这些人在对他说话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再次向他显现，也已经过了20多年，但是依然像以前在基遍的时候一样。这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回应他了，上帝回应他了。他前面做了很多的祷告，他都求上帝垂听你子民的祷告。在当中后续也做了许多的祷告，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直接回应他。这不就是我们很期望的吗？上帝回应我们，还是你不希望这样回应？很多人祷告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啊，我有向上帝祷告了。但是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上主对他说，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。因此在当中非常的特别，从他前面在约柜前面的献祭，在约柜前面的奉献，然后把约柜带到圣殿里面安置好，在当中看到云彩降临在圣殿当中。而在后续他们也带了很多东西来到圣殿献祭，甚至将圣殿前面的那块地那块空间来做献祭，来做分别为圣，在那边来献祭。所以他做了许多这样的事情，然后也在那当中向上帝祷告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上帝这时候跟他说，我听到你的祷告咯，你的祷告我都有听到咯。
我要把你的建造这殿分别为圣，也就是它成为圣所，它成为至圣的地方，它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。所以他讲到说，这地方分别为圣，要作为永远敬拜我的地方，就是这地方了。我接纳你的奉献，我接纳你的祷告。哇，我觉得这很棒。我们生命也常寻求这样子，上帝聆听我们的祷告，上帝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上帝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期望我们自己能够有这样与上帝的空间，所以我们在用这样与上帝的空间，给上帝的空间，也就是如此。当我们摆出这样的空间，摆出这样的时间，当我们奉献这样的空间，这样的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也愿上帝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让这个空间，让这段时间成为圣的，成为分别为圣，成为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期待我们每一天来到上帝面前的这个空间，这段时间也如同所罗门所献上他所建造的圣殿一样，上帝悦纳，上帝喜悦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让这些真实的回到上帝面前。所以他这边讲到说，我始终看顾他，保护他，所以他接纳了，他悦纳了。所以分别为圣的这圣殿，上帝将它分别为圣，而这也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。上帝悦纳之后，他说我始终看顾他，保护他。所以这是一个上帝与人的空间，上帝在当中悦纳人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当以色列人来到这当中来献祭的时候，透过祭司来献祭，上帝与这些人同在。当然祭司们也先为自己献祭，上帝与这些祭司们同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如此啊。我们来到教会，也是要让教会分别为圣，这是上帝与我们的一个空间。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就觉得教会很不一样，因为有上帝临在这当中，因为上帝就在这里面。有很多人能够来到教会得着平安，有很多人能够在这当中去经历生命的改变，去经历圣灵的同在，去经历这许多上帝恩典带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也需要去经历这一些，让上帝帮助我们，让上帝就在当中，让我们进到这空间，也就是生命被分别为圣。当然也不是如此而已，而是延续着我们每一天都是如此。就像前面所记载的，当所罗门把人赶回去的时候，让人们差遣回去的时候，是在跟让他们知道，不是只有这时候献上圣殿的时候是如此，我们以后每一天都要像那一天一样，我们生命要跟上帝有这么好的一个连结。因此上帝也在说，我始终看顾他，保护他，也就是让这个地方成为永远献祭的地方，成为永远敬拜的地方。我们一直在当中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恩典。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祝福着所罗门，当然他也要提醒他，这段话其实前面也讲了好多次。这当中在具体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到确实很多事情要持续不断的来讲。就像我们其实孩子也会觉得很烦，因为父母重复的讲，因为那些东西很重要。上帝在当中再一次的跟所罗门说，如果你像你父亲一样诚心诚意的侍奉我，发自内心的来侍奉。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要提醒大卫这些孩子，其实他们在信仰当中没有建造的很稳固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第二代常常会是如此，但是如果我们有细心去照顾，去帮助他们，陪伴他们，孩子也能够跟得上来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父亲大卫这样诚心诚意的在侍奉，上帝也这样讲，他诚心诚意的去侍奉我，遵守我的法律，照着我的命令去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这样子吗？我们愿意这样子吗？其实我们需要来改变。我知道当我们愿意这样子跟着每一天来到现场，或者是透过线上一起聚会，一起将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我相信我们是愿意选择来跟随上帝的。
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找了各种理由就没有想要读圣经。其实要读圣经要付上代价，我们要有一个空间，有一个时间把它分别出来，让我们将来读上帝的话。当我们这样持续不断的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在改变，我相信我们会发现生命已经不同了。或许在读的时候会很艰难，但是当你愿意摆上的时候，虽然读不懂，虽然很难，但是我们继续要做，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。或许有些人说我读不懂，我读不进去，我不明白，但是我们也真的要在当中去经历这一些，也让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来带领我们。所以这边说，如果你像你父亲大卫一样诚心诚意的侍奉我，遵守我的法律，照着我的命令去做。对，我们看到大卫是这样子。所罗门，你愿意这样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这样做很重要，也是在告白我们愿意来跟随耶稣，愿意来跟随上帝。上帝在这当中对所罗门的提醒就是愿意跟着我的话来做，照着我的命令来做，不离开我。第5节这边说，我就一定信守我向你父亲大卫所许下的诺言，就是他的后代要永远统治以色列。也就是当你愿意跟着我走，你愿意亲近我，照着我的教导，我的命令来做的话，信守这些诺言的时候，当你愿意这样做，这个位置我所对你的赏赐，也就是这个国度，这个王位就都是你们的。所以这当中很重要的是，我给你的这些祝福，当你愿意跟着我继续走的时候，依然都会是给你的。但是你离弃我，但是你远离我，但是你背叛了我，那这些我们可能就要拿回来了。所以上帝一直在提醒他，其实你要跟我建立好关系，这些更大的祝福都不是问题。所以当你愿意守这样的承诺，在这样的约当中，为什么讲中圣经里面是新约跟旧约？也就是上帝跟人立约，上帝这立约是一个不平等的，是上帝愿意单单的祝福给人们，但是回来是我们人们要不要跟着他，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愿不愿意继续跟着他，将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，而且我们照着这样去做。因此当我们在当中，有些人也会觉得牧师很烦，为什么在分享的时候，在讲道的时候一直在提这些东西？因为很重要。我们前几年对于一个流行在说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多讲几次，所以要讲3次。其实很多事情都非常重要，但是在那当中，大家都把那些东西当玩笑话。然而在圣经里面，在信仰的教导，我们都觉得很烦，为什么要重复讲这些？不能多给我们一些祝福吗？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愿意给人更多的祝福，但是在当中有没有看到上帝也常常在提醒，要跟随着上帝，要领受这许多的恩典。你要跟随上帝，要遵守上帝的律法，要照着上帝的命令去做，要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敬拜，不是这样随随便便的。我们看到所罗门这段时间，他也是很谨慎的敬拜，他也是很愿意这样完全的献上，但是要延续。就像所罗门在提醒以色列人一样，在当中也是如此，要有延续，要能够继续的摆上，而不是自己这样做了就过去了，不是就这么一次，而是延续继续的这样做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好像上帝这边在讲的，也就是在预言未来的事情的感觉。然而这也是一个提醒，如果这些东西摆在大卫身上，有没有发现好像因为大卫不是那样的人，但是我们也想到所罗门后续会离开，所以会感觉到上帝是不是在做预言？我们生命里面也很害怕这个，但是这样的预言也在于我们的心转向，没有在上帝面前，而是在这世上。因此我们需要全然献上，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，紧抓住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祝福。所以上帝这边提到说要遵守，如果愿意遵守，
愿意这样降服，愿意摆上的话，那这些祝福依然与你们同在。但是他讲到说，如果你和你的后代不顺服我，不遵守我给你们的法律诫命，去拜别的神。哇，我觉得后续就是从所罗门他的后半段开始改变了，所以这个国家也变了。因此在当中他讲到说，如果不遵守我给你们的法律和诫命，去拜别的神，如果你们不顺服，不愿意遵守而去拜别的神，那后续就有很多的改变。上帝后面继续说，我会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从我赐给他们土地上面赶出去。我们看到后续以色列人被掳，他们国破家亡，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如此。讲到说，我会把他们从这块土地，我赐给他们的土地赶出去，并且离弃这座分别为圣作为敬拜我的圣殿，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不重要啦。这块土地因为是我要给你们的，当你们已经跟我没有这样好的关系，你们不愿意跟随我，那这土地有什么作用？当你们不敬拜我，那这个城这个圣殿留在这边干嘛？这是敬拜的地方，这是分别为圣的地方，这是我跟你们见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如果你们已经不重视这些，那留下这地方干嘛？所以当一个教会已经不敬拜了，那这地方叫什么地方？或许就成为一间公司，或许就成为个bar，或许就成为一个我们不知道它会发展成什么样。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分别为圣，这是一个敬拜的地方，这是全民归向上帝的地方，那这就是一个圣殿，那就是我们跟上帝见面的地方，就是献祭的地方，就是上帝临在的地方。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脉络去看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得懂，我们愿意摆上，那这就是我们跟上帝的见面的地方。如果我们不愿意摆上，那上帝在这边干嘛？就像很多开店的人一样，当我开这家店都没有人要来，那我还要开这家店吗？有些人说我是领导者，但他后面没有人，他还是领导者吗？所以圣殿如果没有人要再敬拜，那这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吗？所以这当中，当大家在选择其他的看得见的那一些，当大家离弃上帝，那这地方也不需要存在。所以在当中在讲到说，各地人将讥笑以色列，轻视他们，也就是他们好像没有人要的。而这样的没有人要，是因为他们先离开了，他们先出去了，就像后续耶稣讲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一样。当他要离开他父亲，他也出去了，他花光他所有积蓄，最后他很像那一个乞丐一样。所以在这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是因为人先选择离开，而不是上帝一开始就把人抛弃了。所以当中才会讲到说，各地人讥笑他们，你们的上帝呢？你们为何落到这样的田地呢？所以这当中就会看到他们讥笑他们，外邦的人讥笑以色列人。所以才看到这不是要敬拜的地方，当我们没有在用的时候，它就荒废了。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房屋都是这样，当没有人住在那边，那个地方就荒废了。当没有人住在那边，就不会去整修它；当没有人住在那边，就不会管那边的事情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城必然荒废，这圣殿必然荒废，甚至连路过人都会笑：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这国和这圣殿呢？但是要先回来看，这些人民其实应该回来看，这些人民为什么不敬拜上帝呢？为什么不敬拜上？过去这么风光的地方，然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呢？所以上帝在讲的是，当你们愿意继续的跟着我，继续持守的时候，这地方不会荒废，因为我会继续祝福你们。当你们愿意继续跟着走的时候，这许多恩典依然就与你们同在。所以很多人其实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也会想到过去的不一样，所以上帝做这样的提醒。因此在第8节，当人们这样问说，在这样嘲笑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这国和这圣殿的时候，很多人其实很知道啊，所以会说，因为他们离弃了上主他们的上帝，上主曾经领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，他们却去崇奉膜拜别的神，
所以上帝降这灾难给他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，看到我们家庭，看到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要更深的去思想，当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上帝，当你一直在用这外邦的方式，用那其他人的方式在处理这些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是如何？你是离弃上帝的。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要更深的去思想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如此？我们是不是离弃上帝？我们是真的在当中去领受这一些吗？我们是真的在敬拜上帝吗？有弟兄姐妹真的在当中要更深的去思想，不单单只是那一些而已，而是透过了敬拜，透过了这些经文，让我们更深的去思想，我们有没有来跟随上帝？我们有没有在这当中？所以在这里面，上帝对人这样的提醒，也是在对我们提醒，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要这样来追随上帝，还是要离弃他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看今天经文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，我们要去看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去看见所罗门好像是他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之后，上帝对他提醒，但他后续就开始变质了。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真的需要被提醒，上帝的教导要放在我们生命里面。在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把这所有事情都弄好了，把圣殿弄好了，把王宫建造好了，把房子都盖起来了，把这所有一切都弄好了之后，我们看到他后续就开始变质了。前面会看见上帝，前面要依靠上帝，但后面呢？后面就开始走自己的路了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？当我们在盖圣殿的时候，我们很依靠上帝，哇，这边怎么样，那边怎么样？我们要立基在上帝的话语，但后来所做的都不一样。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了很多很棒的事工？我们在当中服侍上帝，用了很多的事工，但忙到后来，我们只看见事工，只看见忙碌，只看见别人没有做，都是我做，而在当中也却离开了上帝了。在这当中，对我们真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当我在看列王记的时候，我会看到一个点，就是要有上帝的同在。不论建造圣殿，不论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家庭，不论是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工、什么样的服务、什么样的服事，有没有上帝的同在？有没有上帝的同在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上帝一直在提醒的是要有我的同在，就像盖圣殿一样。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，有没有约柜进到里面去？有没有上帝的灵同在这当中？这非常的重要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常常做了许多的事情，就像我们在看，我们很喜欢用马大跟玛利亚一样。上帝在提醒的是，你忙了很多，这非常的棒，但是有一样最重要不可少，那一样是你妹妹玛利亚已经选择了，就是先来到上帝面前，领受上帝的话语，照着上帝的教导来做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有没有持守抓住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但是我们常常在忙碌当中遗弃了这个，我们都以为我们做这很棒的事情，但是却把这个更重要的、最重要的把它放在旁边。所罗门我们看到也就是这样子，上帝不断的，他的父亲教导他，提醒他，上帝也不断的提醒他。但是我们看到他后续在建造好圣殿之后，后续就开始变质了。所以开始看到我盖的这多棒，上帝给我很好的聪明，但是他也却没有该挡住，他没有去挡住，后续让他自己变质了。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，当一个教会的建造起来之后，有一个很棒的建筑物在当中，有很棒的敬拜，有很棒的服事，有很棒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会不会因这些东西，我们的眼目转回到人的身上，只看见自己，而不看见上帝了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看见，你有什么样领受？然后在接下来这段时间，让我们更深的与上帝同在，去默想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样意义？上帝在当中在对你说什么？在这许多的内容当中，我们是不是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作王？我们有一段时间一起来默想上帝的话语。
现在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愿意与我们同在，你让我们有这许多的恩典，许多的能力在当中，让我们看到所罗门过去这所做的事情，你上帝你给他有很多的恩典，让他们能够建造这间圣殿，让许多有能力有才能的人有恩赐的人参与在圣殿的建造。也就像我们在看到教会建造一样，我们需要有许多人参与在这当中，一起来建造这硬体的教堂，也需要一起来建造这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这个教会。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持续的遵守你的诫命，你的命令。主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持守，让我们跟随你，也愿主你就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不离弃你，你也不离弃我们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透过每天的经文在这样在默想的时候，愿主你持续的对我们说话，愿上帝持续的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，恳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期待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。这段时间非常的重要，也就是让我们将自己摆上，让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，如同他今天所说的，将这圣殿分别为圣，与我们同在。愿上帝祝福你。